那个时候进场的时候，我是硬着头皮进场的。当时我进场的时候，看着全场9万名观众一起为我加油啊！我真的对镜头笑了一下。对啊，我想能够振奋一下自己。对啊，我那个时候我觉得热血沸腾。后来我就上起跑器，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跑下去。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我过2个栏之后就脚都支撑不起来了。我一看到大家那种很焦急的目光，我就感觉很心痛。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是真的。对啊，我就觉得我怎么可能退出奥运会呢？反正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实力的选手，我怎么可能退出奥运会？我一直在斗争，但是这个脚实在是不行。对啊，我不得不面对现实。对，我不得不让观众所失望，我不得不向大家说声抱歉，说声对不起。谢谢大家支持和关心。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抱歉。对啊，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就是为了能够看我在鸟巢有很好的表现，对，而买的门票。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体谅或者谅解我吧。晚上12点，刘翔和教练孙海平收拾好了行李，离开奥运村，返回了天坛运动员公寓。至此，刘翔结束了他等待了4年的北京奥运会。一些人对于刘翔的不解和猜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巴天才罗伯斯的存在。2个月前，这个21岁的古巴人不仅以12秒87的成绩将刘翔保持了2年的世界纪录改写在自己名下，还先后数次跑进了13秒。而赛前罗伯斯通过镜头向刘翔的问候，也被认为是古巴小将向卫冕冠军下的战书。决赛中，罗伯斯以12秒93的成绩毫无悬念地夺得了他的第1个奥运会冠军。但是赛后，罗伯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兴奋。I'm sorry for him because everybody know good is a very good athlete. This is China. It's Olympic game. Everybody training for 4 years for coming here. I'm sorry for him. 没想到会这样。本来以为说好的，争取在决赛跑道上能跑一跑嘛。You could see in the stadium he could not walk, he could not run. There was no way. He tried, and he could have withdrawn before the games, but people would be disappointed. Now people are disappointed. I'm disappointed that people don't see that he was really in pain. He has tried to the last moment to do everything for his country, for his countrymen, for China, and for the Olympics. And he's tried, and I think there was no more. He couldn't do more. He would have followed. 8月24号的晚上，燃烧了16天的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世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缓缓熄灭。4年前的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刘翔以旗手的身份和其他中国运动员共同享受了奥林匹克的快乐。但在鸟巢，刘翔没能像4年前一样出现在欢庆的人群中。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但是在2008年的光荣榜上缺少了刘翔的名字。尽管如此，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一员，刘翔参加了8月26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庆功会。那天，在众多的奥运冠军身影中，
刘翔依旧是最受关注的运动员。3天之后，中国奥运金牌选手前往香港出行访问。就在同一天，刘翔回到了上海。9月18号是刘翔因伤退出北京奥运会整整1个月的日子。即使回到了上海，刘翔大部分的时间也都是在新庄基地度过的。他只在中秋节回家与父母团聚了2天。在家里，刘翔并没有和父母多说有关奥运会的事情。但是作为母亲，刘翔的妈妈还是为儿子多年的辛苦感到心疼。你知道我听到我们儿子说这个话，我心里多难受啊！真的特不容易。我妈那个时候发急了嘛，因为可怜天下父母心嘛。因为刚刚退赛的时候，她就打个电话给我，不要跑了，回来吧，就在家里好好养段时间，不要跑了，哪也不要去了。我说这可不行啊，对啊，我现在我跟她说，就是每个奥运选手其实都不是，说实话，这在定义上面都不是自己父母的孩子。但因为他其实说不是说客套什么，其实就是为国争光，为国家在加油吧，就是这样啊。因为奥运会都是一个每个运动员比较憧憬的，包括我来说。妈妈心疼的是刘翔的脚，而爸爸更关心的是刘翔心理的恢复。因为目前他等于是虽然人到上海来，就在家里蹲了总加起来大概睡了2个晚上吧。这1个月来，就是从奥运会回来，然后呢，他基本上在学校里面又要训练，现在又要读书，对吧？还有什么活动了什么，所以在学校里面他自己心定一点。所以目前呢，他慢慢的，我觉得慢慢的比刚刚回来思想学习各方面好多了，好多了。他对事情呢也看得开一点。最难过的时候是这个，他有一段时间了，目前可能他还在难过当中。他有一段时间，真有一段时间。比如说，他有时候看电视，看到人家夺金牌，他就不太想看；看到好像运动员到香港去，到什么地方去，也不太想看，对吧？他心里就有感受了，心里就是觉得好像总归想的太多。再看到好像这是110米栏的比赛，他这个成绩呢，比上一届呢好像要差一点。他是算这个戏子，他无论如何怎么样，他前3名他是确保的，他算自己，所以心里好像蛮冤枉的，总感到蛮遗憾的，不是蛮遗憾吧，很遗憾。所以这个脚带生不逢时啊。不过呢，刘翔呢，就是这场就是因伤退赛，对吧？他的心里的底气他没失，还有他也说他自己的就是身体的素质，包括各方面的速度，他还在，他现在还在顶峰状态。他只要脚伤势恢复以后，他只要各方面的训练能够就是顺利一点，我说他的成绩上升肯定有空间，因为他和我说的，他这是在北京奥运会的训练当中，在脚不太舒服的情况下，他的速度已经还在上升，所以他150米的速度，他是在北京训练的时候已经超了李斯，那这个还在脚痛的情况下。所以他也和我说，他这次回来和我说，他说，假如我今后这个脚这个新颖没有他说，
他的成绩还有上升，这个是肯定的。